继续来看南投鹿谷乡的广兴国小，21个学生在老师甲专业人员的陪同下，用2天的时间爬起伫海拔3400多公尺的合欢山的北峰、主峰、东峰甲石门山。这所有的囡仔拢是第一届爬这么悬的山。为着这座旅程，这群学生囡仔半年前就开始练体力，事前的准备做甲真够。鹿谷广兴国小学生爬合欢山，大家呢拢真喘，验过这座有真侪成果，包括学生、家长、也有老师，伫2天内已经行过合欢山的北峰、主峰、东峰甲石门山，真了不起。雨也不小，然后风也不小，就有点刺激。雨一直下，然后又是踩楼梯，都感觉要走很久才会到。虽然校长一直说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，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在被骗。头一天落雨爬东峰甲石门山的时，学生讲虽然忝，不过真有成就感。以东峰来讲，像这款楼梯式的步道，特别考验伊的脚力。其实这座山野的教育活动，因拢有准备。我们平常对学生体能要求非常严格，学生每天大概要跑2到4公里。校长讲，学生为半冬前就开始练走，嘛派物件，平时都要爬小山来训练。即摆山野教育沿路欣赏风景、熟悉地形甲事物，嘛推广无分野山林的理念。这嘛是学生头一摆登上北港，真有意义。